喺過去嗰10幾年，我喺股票市場犯過好多錯，最大嗰個教訓，我用咗300萬換翻嚟，當時嚟講係差唔多我所有嘅儲蓄。究竟我做錯咗咩，令到我輸咁多錢？同埋更加重要，我吸取咗咩教訓？今日條片我就會同大家分享喺呢10幾年我喺股市獲得最重要嘅教訓。希望你聽咗之後就唔會犯翻同我一樣嘅錯誤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呢個頻道，阿朱係你財富嘅 GPS， 投資路上最忌行冤枉路，以專業同 iBank 經驗領航，幫你嘅投資思維開竅，進入大戶思考模式，深入淺出駕馭投資世界。如果你對揾錢有興趣嘅話，就訂閱呢個頻道啦。有啲一開始接觸投資嘅人，佢哋好中意一個概念，就係刀仔鋸大樹。因為一開始嘅資金唔多，咁佢哋又想快啲賺大嘅錢，同時呢個策略嘅風險睇落去好細，但係個回報就好大，所以刀仔鋸大樹就咁受歡迎。咁操作上係點做嘅呢？就係靠利用有高槓桿嘅投資產品，例如有槓桿嘅 ETF、期權、期貨，尤其是末日期權，可以喺短時間升1-2倍。仲有極高槓桿率嘅 CFD， 有啲俾你去到50倍槓桿，咁就變咗博得中嘅話，就真係單車變摩托。但係呢個諗法係錯。如果跟翻呢個邏輯，用少少錢我嚟博個大嘅回報，不如放晒落六合彩算，一張10蚊嘅票有機會變成幾千萬，即係賺成幾百萬倍喎。咁呢個回報對風險嘅比率咪仲高？但係好明顯咁係唔合理嘅，因為呢度冇考慮到你中獎嘅機會率，所以你根本冇諗過自己嘅預期回報。畫完輪嘅，你個樣就輪，係畫完輪啊！根據唔同嘅研究，90%交易期權同期貨嘅散戶都會輸錢，就好似10幾年前嘅我。而玩 CFD 即係 Contract for Difference， 可以用到極高嘅槓桿率。喺啲 CFD 證商嘅網頁，佢哋直情有個警告，好似呢個咁解釋，有70%佢嘅用戶係輸錢嘅。依家仲犀利，82% 去客人輸錢。點解好地地買股票會有咁多人輸錢呢？因為普通買股票買咗之後，佢一係升一係跌，差唔多係50-50嘅。既然係咁，點解刀仔鋸大樹用期權、期貨或者 CFD 會咁多人蝕錢呢？個答案係因為用咗槓桿之後，交易困難好多。我用個極端嘅例子你就明㗎啦。假如我唔用槓桿買標普500指數嘅 ETF， 好似 VOO， 有啲日子佢會升，有啲日子佢會跌，但係平均嚟講，佢每年升9%，聽落去唔係好多。咁有啲人就諗，既然佢每年升9%，我用100倍槓桿，咁一年我咪賺900%咯。咁呢度就出現咗問題啦，因為用咗100倍槓桿之後，當個市場跌1%，你已經會俾人清倉，因為你用咗100倍槓桿啊嘛，所以跌1%，你咪輸100%咯。所以用咗槓桿之後，你唔單止要預測隻股票跟住會升定係跌，你仲要預測如果佢升嘅話，佢個 path 係點樣行。如果佢條路係直上嘅話，咁就當然簡單啦。但係如果佢有上有落，而你用咗槓桿嘅話，就好容易俾人 call margin 或者自動俾人斬貨。如果用期權嚟獲取槓桿嘅話，就冇呢個問題，因為你一買個 option 已經俾足錢，所以唔會俾人 margin call。但用 call option 我嚟獲取槓桿，佢加咗一個 difficulty， 就你要 time 個市場 time 得好準。如果將期權到期嗰時股價未升，或者未升得夠高，我嚟冚翻你俾咗嘅 option premium， 咁你最尾都係蝕錢。所以跌又輸，唔喐又輸，升得唔夠多，你又係輸。變咗你贏嘅機會，佢真係升幾倍嘅機會其實好細。所以無論用期權又好，期貨 CFD 或者槓桿 ETF 又好，用咗啲槓桿產品之後，你交易成功嘅機會其實係少咗。同埋如果你冇做風險管理，淨係諗住刀仔鋸大樹，諗住自己得少少錢冇所謂啦，買晒落一個 option 度，用過大海賭錢嘅諗法，輸咗就算咯。咁會發生咩事呢？就係你遲早一定會輸噶啦，跟住輸晒之後呢，你就放棄，然後過一陣個市場旺翻，或者身邊嘅人喺股票賺錢啦，你又身痕想試多次，但係上次你咁輸完之後冇吸收到教訓，亦都冇嘗試了解你邊度出錯，跟住就再錯，然後再重複。咁呢度個教訓係咩呢？就係其實刀仔鋸大樹呢個策略，你用緊嘅槓桿唔似一把鋸大樹嘅刀，呢個形容詞好唔正確，佢係似一個放大鏡。即係你本身賺幾多，佢就幫你放大佢；而如果係蝕嘅話，佢又將佢放大佢。咁好多啱啱接觸股票嘅人，一開始就諗住用細嘅本金我嚟博大嘅回報。佢諗住用槓桿呢個放大鏡嗰時，佢哋就冇諗，如果未放大都未賺到錢，點解放咗大之後，佢覺得自己會賺到錢呢？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教訓。
第二個教訓，我後生嗰時對賭錢幾有興趣，而我發現咗一個必贏嘅方法，唔好同人哋講啦，就係如果你玩色賭嘅話，第一鋪你用100蚊賭大，如果你估中就會贏100蚊，如果估錯嘅話就輸100，但係唔緊要，如果輸咗第二鋪賭200，咁變咗第二鋪中嘅話你就贏翻200蚊啦，咁呢度冚翻第一鋪輸嘅100，然後額外再賺到100蚊。如果第二鋪都估錯，第三鋪咪賭400咯，跟住800，然後1600，一度咁上，遲早你一定會啱，咁咪贏硬咯。喺賭場呢個策略有缺陷，因為佢可以連開幾十鋪細，而遲早你就唔會夠錢揼上去，或者賭場唔 accept 你賭咁多錢。咁喺股市用呢個策略嘅話，亦會令到你輸好多錢，因為你買咗一隻股票之後佢跌，然後你再加注，然後佢再跌多啲，你再加注，咁你個平均買價係越拉越低，但係呢度冇保證呢個股價會升翻上去。好彩嘅話佢唔再跌，但係你啲錢塞住咗喺度，你買唔到第二啲嘢我嚟做投資。唔好彩佢越跌越深嘅話，咁你個損失就變到好大，尤其是如果你買緊一啲個價值可以跌到落零嘅嘢，好似期權。講到投資，有一樣嘢我哋要記得就係，就算我哋覺得一隻股票幾應該升，如果買咗之後去跌，咁你就要諗係你做咗嘅功課，你嘅分析唔正確啊，定係市場唔正確呢？通常搞錯嗰個係我哋自己，唔係個市場。所以如果佢一度跌，你一度加注落去嘅話，就有可能搞到越踩越深。第三個教訓係關於心態。我哋人類係一個社會性嘅動物，經常我哋會追求第二啲人嘅同意，就好似着襪嘅文化。同我差唔多大80年代出世嘅人，我哋由細到大都要着啲好短嘅船襪，而家興啲高柄嘅襪，對我哋嚟講就好奇怪。一開始見到會唔習慣，唔夠膽着，但係見到越嚟越多人着呢，見到社會同埋第二啲人接受呢樣嘢呢，就變咗容易跟啲。喺投資世界，我哋亦有呢個傾向。當越多人買股票，例如買美股或者某一隻股票嗰時，例如 Tesla 或者 Nvidia， 我哋跟人哋買就會變得舒服啲，容易啲做，因為有社會嘅認同。但係喺投資，經常呢個就係最差嘅時候入市，因為股價係關於需求同供應。如果全世界都已經買咗隻股票，你先至覺得夠舒服去買，咁你買完之後仲有邊個買家剩呢？所以好多時等到有呢個安全感先買一隻股票就太遲啦。調轉，經常我最好嘅交易一開始入市嗰時係唔舒服嘅，會有好多質疑。例如喺2024年1月，黃金嘅價錢10幾年冇乜喐過之後，終於從佢個 set up 突破出嚟，當時2000零蚊我就開始買。但係當我講呢個 idea 出嚟嗰時，好多人會質疑點解買黃金啊？佢10幾年都冇喐過，或者今次突破佢又失敗，或者點解唔買美股？佢表現咪仲好？咁就好多唔同類型嘅質問。其實咁反而係好，因為咁證明好多第二啲人未入呢個交易，冇咁擠迫，咁就有多啲空間上升啦。10幾年前點解我可以輸咁多錢呢？就係因為我未學取呢3個教訓。我等到股市最旺，好似買股票係賺硬嗰時先衝入市。仲要因為覺得自己遲咗入市，所以就用槓桿諗住追翻啲回報。然後當個市見咗頂啦，開始跌落嚟，我唔信，仲要加注落去，諗住冇理由連開細咁多鋪㗎，遲早會開翻鋪大。點知就冇，咁就搞到一鋪清袋啦。你有冇試過犯呢啲錯誤呢？你覺得邊個係最難克服？可以分享喺 comment 度。第4個重要嘅教訓就係要明白自己嘅投資時間，唔好將長線投資同短線操作撈亂。例如我好中意一間公司，想長線投資落去，但係買咗佢嘅股票之後呢，我就每一日每一個鐘都睇住佢股價，每一次佢升或者跌1%，我就擔心點解佢升或者跌咗。跌嗰時又驚，升嗰時我驚佢會跌翻落去，咁就會變咗，就算我打算長線投資，但係因為我睇佢股價睇得太緊，咁就變成好似短線交易。佢跌得多時又會驚震走，升得多時又驚佢 overbought，所以手痕痕就提早 take profit，變成好難坐得穩。調轉嘅例子就係，如果打算做短線交易，覺得一隻股票因為有啲催化劑嚟緊，例如將會出一個新嘅產品，或者嚟緊美國大選，所以令到我覺得佢短期內股價應該升。但呢件事發生咗之後，股價都冇升，反而跌添。咁我就開始改諗法，同自己講，其實呢間公司都唔錯啊，值得長線投資。咁樣做又係好差，因為咁樣儲下儲下就會好多蟹貨，變咗鎖住你啲資金，唔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投資。雖然呢個錯誤唔會令到你失去好多錢，但係你會失去好多時間，同埋喺呢段時間本來攞到嘅回報。喺長線投資，其實我哋就係用時間我嚟換取回報。越早開始嘅話，就可以將我哋嘅財富複息增長咁樣滾落去。
而行呢條投資路嗰時，我哋會遇到好多冤枉路，好似將短線交易同長線投資撈亂。呢啲冤枉路就會嘥咗我哋本來可以投資攞回報嘅時間。咁喺呢個頻道，我就想做大家嘅財富 GPS， 分享翻一啲正確嘅金融知識、思維同埋心態，咁就減少大家行嘅冤枉路。咁係咁多啦，呢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記住撳埋 like 先走，下次再見。